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我係阿 Sam，而家先公開經過1萬次模擬比賽後嘅結果，歡迎大家截圖。喺開始3月11號第5場3T 頭關嘅每隻馬匹嘅詳細分析之前，先講明一點，計算嘅結果會同模擬比賽結果可能會有分別，大家可以作參考，選擇用嚟膽拖幾多隻腳。希望大家幫手訂閱頻道，等我有更多資源去做更多場次俾大家，多謝。今次我會將成份電腦馬匹分析報告讀出，最後會有所有馬匹綜合預測總結。1號安康萬里，騎師周俊樂，練馬師呂健威。生物力學與狀態解釋安康萬里身處近期爆發力驚人嘅呂健威馬房，其自身嘅生理狀態必然受惠於馬房整體嘅上升週期。呢匹由呂健威訓練並交由周俊樂策騎嘅賽區，本季表現受到一定關注，且騎師周俊樂本季已取得28場頭馬，其騎功日漸成熟，特別係喺控制馬匹嘅巡航步速與節省體力方面進步顯著。晨操試習與動態評估。根據最新嘅試習記錄，安康萬里曾於2026年2月27號喺從化馬場參與1200米草地試習，並以1分12秒43嘅成績平穩完成。喺呂健威馬房嘅精心打理之下，此區具備良好嘅戰術靈活性。喺私家山跑道上，周俊樂嘅戰術最優解係利用其出閘後嘅步速順利切入內欄，守喺領放馬群之後嘅包廂位置，等待直路展開衝刺。2號寶駿騎師梁家俊，練馬師毛偉傑。生物力學與狀態解釋，毛偉傑馬房喺季內表現相對穩健，屬於注重長遠部署嘅實力派。寶駿喺自組對手中，其整體評分同基礎速度能力並非最為突出，且其過往嘅賽事軌跡顯示，佢通常依賴較為被動嘅後置跑法。戰略困境同騎師補償喺私家山跑道極度不利後追，且當晚幹快場地會延遲前領馬衰竭嘅雙重客觀條件下，寶駿面臨住嚴峻嘅物理限制。然而，騎師梁家俊喺位於跑馬地馬場經驗極度豐富嘅本地騎手，且身背即將停賽嘅心理迫切性。梁家俊必須展現出超凡嘅賽道閱讀能力，可能需要喺轉彎前提前催策馬匹發力，以極端耗損體能嘅方式換取位置優勢，否則其理論勝率將被賽道偏差無情吞噬。3號天外迎天，騎師潘頓，練馬師戴維希斯。生物力學與狀態解釋呢對騎練組合無疑係本場賽事嘅聚光燈所在。戴維希斯近期喺跑馬地手風極順，顯示其訓練模式對谷草特有嘅急彎與短直路有住深刻嘅理解。天外迎天本身嘅步伐流暢，具備喺狹窄空間內維持平衡嘅優秀協調性。潘頓效應與期望值，冠軍騎師潘頓嘅主策，使得天外迎天嘅戰術容錯率大幅提升。數據庫顯示，潘頓喺跑馬地私家三依類需要極高瞬時決策速度嘅賽道上，其走位失誤率極低，佢極有可能將天外迎天置於前列位置，密切監視步速嘅變化。呢個係一匹具備極高基準實力嘅賽區，其唯一嘅隱憂在於潘頓效應可能導致市場賠率過度壓縮，從投資學角度降低咗其期望值，但喺純粹嘅勝率推算上，佢佔據住統治地位。4號俏眼光，騎師麥文堅，練馬師蔡約翰。血統適應性與賽程轉換嘅深度邏輯，俏眼光係本場賽事中最具學術分析價值嘅樣本。呢匹由蔡約翰訓練嘅4歲澳洲自購新馬，目前評分為68分，季內已累積贏得超過233萬港元獎金。從血統學觀之，其父係 Headwater 提供咗強大嘅早熟速度，而母係 Rose Queen，源自外祖父 Holy Roman Emperor。呢條母系血線賦予咗馬匹極佳嘅轉彎靈活性與韌性。降維打擊戰略，俏眼光本季嘅6次出賽，全數集中喺沙田1000米直路賽，取得2冠1亞3季嘅完美入位紀錄。蔡約翰向來以精密且不落俗套嘅部署著稱，此次突然將一匹喺直路賽無需轉彎、純粹嘅線性加速表現優異嘅馬匹，轉移至跑馬地1200米私家3轉彎賽道，絕非無嘅放矢。1000米直路馬經過長期訓練，具備咗極端銳利嘅起步速度與首400米嘅爆發力。喺私家山跑道上，呢種前速係致命嘅武器，能俾俏眼光喺出閘之後瞬間克服排檔限制並切入內欄。蔡約翰此舉旨在利用其絕對速度進行降維打擊。騎師麥文堅近期同蔡京合作頻密，若能精準控制俏眼光喺中段過彎時嘅呼吸節奏，此區將係製造賽事步速懸念嘅核心引擎。5號後，唐武士騎師艾杜羅，
練馬師方嘉柏。生物力學與狀態解釋，方嘉柏被業界譽為谷草王，其在跑馬地嘅排陣與戰術設計往往具備極高嘅破壞力與不可預測性。近期方嘉柏馬房喺跑馬地頻頻交出頭馬，顯示其馬房正處於谷草賽事嘅豐收期。騎師艾杜拿本季以31場頭馬排名第3，其騎風以力量充沛，推騎兇悍見稱，爆發力與衝刺潛能度堂武士配備艾杜拿。預示住方嘉柏希望喺此賽中採用較為積極且強硬嘅騎法。此區具備喺中段維持高配速嘅能力。喺 C+3 跑道上邊，艾杜羅強大嘅上半身力量將喺最後150米同對手短兵相接，對抗離心力時發揮關鍵作用。呢個係一匹具備極高爆發潛力嘅黑馬，能夠適應各種混亂嘅賽事節奏。6號星火燎原，騎師布文，練馬師徐宇石。戰術反向思維與布文特質，徐宇石馬房喺整體兵力相對有限嘅情況之下，將此區交予目前排名第2嘅頂級騎師布文主策，顯然係經過深思熟慮嘅精準出擊。星火燎原嘅慣常跑法偏向後置待機，呢個喺 C+3 跑道上面原本係致命嘅弱點。內欄轉隙技術，然而布文嘅加入改變咗呢一物理方程。布文以其極度冷靜嘅賽事閱讀能力，同埋喺密集馬群中尋找微小空位嘅技術聞名。喺狹窄嘅 C+3 直路上面，好多騎師會選擇將馬匹移出外碟望空，而布文往往會反其道而行，引導馬匹緊貼內欄推進，從而節省下可觀嘅腳程。如果前方嘅俏眼光、八駿福星等快馬展開瘋狂嘅步速戰，導致群駒喺末段力竭四散，星火燎原將喺布文嘅牽引下成為最具威脅嘅後上殺手。7號仍然威風，騎師班德禮，練馬師伍鵬志。動能疊加同現代訓練體系，伍鵬志嘅現代科學化訓練體系強調數據監控同體能恢復，確保馬匹喺出賽嘅時候處於最佳嘅生理指標。騎師班德禮協助贏得經典杯嘅巨大心理優勢，其臨場嘅判斷力與自信心正處於職業生涯嘅頂峰。戰術彈性與適應力仍然威風，喺呢種雙重動能嘅疊加下，預計會展現出極高嘅戰術彈性。班德禮能夠根據出閘後嘅實際情況，靈活決定係緊跟領放馬匹，定係退守中疊尋找掩護。呢個係一匹冇明顯戰術死角嘅賽區，其表現嘅下限極高。8號八駿福星，騎師鍾義禮，練馬師告東尼。極端戰略與物理優勢，告東尼馬房嘅戰術哲學向來崇尚速度與壓制，要求騎師盡可能將馬匹置於陣營嘅最前方，以控制賽事節奏。八駿福星本身即係一匹具備強大前速嘅賽區，減磅效應嘅力學轉化，更為關鍵嘅係此區配上咗獲減磅騎師鍾義禮。喺賽馬物理學中，負磅嘅減輕能直接減少馬匹喺加速階段與維持高速巡航時嘅動能消耗，而喺幹快嘅跑馬地草地上係一個純粹且顯著嘅物理優勢。八駿福星嘅戰略意圖超然若揭，不顧一切咁搶佔領放位置，試圖利用 C+3 跑道嘅狹窄特性一放到底。佢將同俏眼光共同決定本場賽事嘅絕對步速基準。9號愛國者，騎師楊明倫，練馬師葉楚航。生物力學與狀態解釋，葉楚航馬房嘅賽區通常具備極強嘅韌性與鬥志。騎師楊明倫近期手風轉順，早前更喺跑馬地賽事中取得勝利，顯示其對谷草賽道嘅熟悉度。結構性劣勢。然而，愛國者嘅整體跑法與基礎速度喺本場強手如雲，且有明確極端領放馬如俏眼光、八駿福星存在嘅情況之下，顯得較為平庸。喺 C+3 跑道嘅結構性壓制底下，愛國者可能需要依賴前方馬群出現極端失誤、碰撞或者過早力竭，先至能夠喺混亂中突圍，其理論勝率受到咗客觀環境嘅嚴重限制。10號佛亮老窩，騎師田泰安，練馬師季福特。生物力學與狀態解釋，練馬師季福特將一匹賽區交予體能充沛、騎風勇猛嘅田泰安主策，顯示咗馬房強烈嘅求攻心態。田泰安喺處理此類需要極端走位或強行從外碟突圍嘅馬匹嘅時候，往往能夠憑藉其強大嘅推騎力量創造奇蹟。耗損風險評估，田泰安嘅跑法雖然極具觀賞性且充滿侵略性，但喺 C+3 賽道上過於頻繁嘅外碟推進或強行超越，會劇烈增加馬匹嘅動能耗損。佛亮老窩具備一定嘅攪局能力，但要將呢種侵略性轉化為實質嘅頭馬勝率，需要極高嘅戰術執行、精確度同支許嘅運氣成分。
最後就係所有馬匹嘅理論勝率綜合預測總結矩陣資料。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記得訂閱頻道，歡迎喺留言區留言，我哋一齊見證模型成長。我哋下條片再見。